在下所谓何事？公子，请问京城怎么走啊？京城在我的后面呢。啊？哎呦，不管了，不管了，想去集市吃个包子，怎么就跑到这儿来了？你笑什么呀？我没笑什么呀。如果姑娘没有其他的事情的话，那在下就告辞了。那个，姑娘还有什么吩咐啊？那个，公子，请问你去往何处啊？我去往京城。那公子，你能不能，能不能，那个，公子，公子，能不能带我一程啊？不能。为什么？我的爱马呀，它腰不好，驮不了2个人。这什么蹩脚的借口啊！我能有多沉啊？可我又不认识你，万一你要是个骗子，那可怎么办呢？我哪里像骗子了？再说了，你一个大男人，还怕我一个柔弱女子啊？而且，我好歹也算是个大家闺秀。大家闺秀子，大家闺秀就可以随便上男人的马吗？你好，这。哟，这不会就是秦将军下的聘礼吧？应该不会。将军府与丞相府2家成亲，礼数是第一位，怎么可能直接把彩礼送来呢？走，问问娘去。嘿，站住！三哥，你干嘛去啊？现在表姐正陪着妹妹呢。自从上次妹妹得了风寒，娘亲就禁止她外出，天天啊，无聊的紧。你就让他们2个姑娘家说说贴心话吧，啊？咱们啊，看看到底什么情况。走，三哥。一大早就有人来敲响了门，当值的以为是老秦送来的彩礼，便迎了进来。秦将军虽为武将，但向丞相千金提亲的礼数必是懂的。怎么能不提前通报就把东西送过来？绢300匹，锦彩60匹，钱300万，酒60壶，玉璧5枚，虎皮10张。老爷、夫人，娄家堡大管家上门拜访。娄家堡？确实是娄家堡。自从娄老堡主去世以来，我们2家来往甚少，怎么突然？无论如何，娄家堡对我有恩。我们先看看怎么回事，请他们进来。是。请。啊。小人特奉我家少堡主之命，前来拜见公主殿下、丞相大人。大管家今日前来，所谓何事啊？大人、夫人，我家少主近年来游历四方，近日刚刚回到京城，特派小人前来提亲。提亲？里边请。请。来人，看茶。是。
是上次落水的那位姑娘。这个人，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去。去。多谢公子。我一路把你送回家，还给你买包子吃，请救命恩人进屋喝口茶，这个要求不过分吧？什么救命恩人呐？你别夸大其词好不好？哎呀，原来丞相府都是一群忘恩负义的小人呢。什么小人呐？你说谁啊？恩人，小女子恳请你去府上喝杯茶，歇一歇。那就恭敬不如从命。娄家堡屹立于江湖数十载，属于朝廷管辖范围之外。娄家号令一出，江湖上所有的人皆为娄家堡马首是瞻。当年魔教入侵我朝，也多亏娄家出手相救。正是，娄家堡对我有恩，初阳时刻铭记在心。大人、夫人，这都是娄家堡的责任，不足挂齿。大管家有所不知，我家冉冉已经许配人家，与护国将军二公子定了亲，所以，的确，我家小女儿已经许配给了将军之子，皇上亲口指婚，君无戏言，皇命不可违呀。喂，喝茶不是这个方向。喂，拜见少主。大人、夫人，请容我引荐我们娄家堡少主娄轩。拜见丞相大人、夫人。晚辈娄轩这次特意上门提亲，望大人夫人成全。好，娄少主不必多礼。娄少主，刚刚我也和大管家说了，实不相瞒，我家小女已经许配给秦将军的二公子秦朗，这个晚辈知道。那大人、夫人，我们娄家堡隐匿于江湖这么多年，对于礼数礼节已经渐渐的生疏。如果有不周不敬之处，还请二位海涵。哈，哪里。大人、夫人，这次我确实是上门提亲，但是不是您的千金，而是府上的另一位小姐。表姐。大师姐，喝茶。这么烫，你想烫死我呀？大师姐啊！大师姐，吃块瓜吧。这还差不多嘛。不错。你们几个都给我好好洗啊！洗不干净就要洗1个月的衣服，听到没有？是啊，大师姐。
什么呀？哎，干什么呢？师姐，那上面飘下来一个腰带。快，把它抬上来！快，把它抬回去！抬哪儿去？抬山上去吗？来不及了，去后山小屋。哎，好，来，快！